廣播小品左鄰右里之黑飛驚魂，編劇子清，劇中人物 Jackie 仔由鐘仔演繹，方姨由海林演繹，紅姐由子清演繹，御警官由家喬演繹。perfect， 呢個角度絕啊！等我飛嗰啲，影翻個一鏡到底，到小區又飛到學校，哇！咁發上抖音咪肯定爆噶啦！咁好嘅陽光真係唔好嘥，曬一曬更健康。咦？咩聲啊？吓？飛機？啊！邊個衰仔啊？玩飛機啊，玩到人哋屋企嘅窗口嗰度。喂，你唔好飛過嚟喎！哎呀，嚇死人咩？哎呀，我啲被啊！下邊邊個啊？部飛機係邊個噶？哎呀，被家伙啦！哇，快啲收翻佢先！喂，左後，哎呀，唔得啊！哦，仲唔俾我捉到你？你部飛機啊，爭啲害我，全部被啊跌落街啊！仲爭啲撞到我陽台嗰度，你想偷拍我啊？啊，你呢個僆仔啊？咦 ，Jackie 仔？放意，自然係我咯 ，sorry 咯，喂，純屬意外技術失誤，我冇心噶，哎呀，我點會偷拍你啊？我試下部新機啫嘛。咪住先，啊，你拍咗啲嘢攞嚟做乜嘢嘅先？唔會係放上網嗰度啊嘛？我一朝早起床啊，衫又未換，頭髮又未梳，如果你影咗我啊，放上網嗰度嘅話咧，會影響我嘅形象噶噃。哎呀，芳，你又唔係咩明星，怕咩影響形象啦？我 Jackie 仔，媽咪你嚟啦，紅姐啊，紅姐你嚟得啱啦，你啊 Jackie 仔啊，一早喺個小區嗰度咧放飛機，爭啲撞埋嚟我嗰度啊！阿芳，後生仔啊，好奇心重，玩下無人機啫，部機啊咁細，撞到都唔痛啦，更何況都未撞到。床被冇事就得啦，係大驚小怪啊！阿衰仔啊，你快啲同阿芳姨講多幾句對唔住啦！芳姨，對唔住啊，芳姨。紅姐，你咁講咧就唔啱啦。咩叫做細步啊唔痛啊？飛到咁高，萬一失控啊跌落嚟，砸親啲細路咁點算啊？佢啊咁近咁飛過嚟我個窗口，我屋企啲私隱呢？呢啲叫做黑飛啊，違法噶。吓？我睇新聞講過噶。哎呀，咩黑飛白飛啊？哎呀，芳姨，你又太唔太誇張啲啊？我自己啲玩具啫嘛，喺小區飛下都有罪啊？唔係喺機場附近飛咪得咯？我個仔啊由細到大都係乖仔，飛下部飛機仔又違法？喂，阿芳，你咪亂講喎！我就係啦，芳姨，你頭先喺樓上咁大聲喝我，搞到我手忙腳亂，爭啲控制唔到部飛機啊！喂，跌落嚟俾你賠翻俾我先吓！你離晒譜噶，真係啊！小事啦，小題大做。各位街坊，喂，點解咁嘈噶？余 Sir，余 Sir 你嚟得啱啦。警官，余 Sir 早晨啊！早晨。阿余 Sir 啊，呢度有人黑飛無人機啊，爭啲造成事故。喂，阿芳，你咪亂噏喎！嗱，阿余 Sir，我個仔係喺度玩下佢部飛機仔啫嘛。就係啦，余警官，我買部新玩具玩下，試下啫嘛，你睇下幾咁細部啊嗱。睇下啊，Jackie 仔，你呢部機咧有冇進行過實名登記噶？實名登記？實名登記？咩嚟㗎？咩啊？即係話咧，你部無人機咧都要上戶口。根據國家無人駕駛航空器飛行管理暫行條例，民用無人機必須好似人上戶口咁樣喺官方平台登記，取得二維碼貼喺個機身度。嗱，冇登記就飛，已經係違規嘅第一步啦。喂，阿余 Sir，買部玩具飛機啫，都要上戶口？咁麻煩。嗱，我仔佢真係唔知㗎。係啊，我乜都唔知㗎，佢真係唔知㗎。仲有啊，你頭先飛咁高啊，有可能超過120米。新聞話超過120米咧就要報批，唔係隨便飛㗎。嗱，芳姨講得啱啊，呢啲咧就叫做喺管制空域未報備飛行。吓？係未㗎？Jackie 仔？我120米啊！我冇留意高度喎。喂，芳姨，你又知我飛過咗120米，話唔定冇咧。我屋企咧就喺10樓嘅，
望見你部飛機啊飛上去，明顯係高過我屋企一大截啊！我目測到過噶啦，阿雨 Sir，你話係唔係啦？如果係真嘅話呢 Jackie 仔你係錯上加錯啦。增高120米以上嘅空域，通常呢屬於管制空域，需要提前申請報批先至可以飛㗎。嗱，你呢次飛行呢，至少涉及2項嘅違規，吓？未實名登記啦，同埋管制空域未報備飛行。根據條例呢，可能處以罰款㗎。吓，罰款添啊！雨 Sir，我哋第一次㗎咋？第一次嘅啫。 Jackie 仔啊，快啲認錯啊！余警官，余警官啊，知錯啦！我今次真係知錯啦！我唔知有咁多規矩㗎嘛。係咯，雨 Sir。我以為遙控飛機同遙控車都係遙控下啊嘛，以為遙控下㗎咋？認識到錯誤就好啦。嗱，今日呢冇造成實際嘅損失，主要係以教育為主，但係你必須要立即停止黑飛啦。哎呀，你呢個仔啊，真係唔聽教㗎。嘥咁多錢買個咁嘅冇用嘅嘢，扣你3個月零用錢啦！哎呀，冇啊嘛，我都係想將我啲畢業作品拍好啲，攞高分啲啫。咁余警官啊，咁係咪我部機以後都唔可以飛噶啦？抌咗佢啦！咁又唔係咁講。嗱，完成咗以下幾件事呢，以後就可以合規飛行噶啦。第一，立即上網搜索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綜合管理平台，幫你部機呢實名登記，貼上二維碼。第二呢，你仲需要去到市公安局嘅特定網頁備案你部機同埋你本人嘅信息。第三，每次你想飛之前，如果係喺識飛嘅空域，要記得喺江門市公安局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備案網址進行報備，申請你嘅一飛碼。如果飛得高過120米或者去到特殊嘅區域，就必須要提前幾日申請空域噶啦。記住未啊，衰仔？知啦。咪下次啊，又搞個大頭髮出嚟啊！我記得噶啦，知啦。阿方啊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係啊，你咪原諒佢呢個細路仔唔識世界咯。佢頭先影到啲視頻啊，我叫佢翻去即刻刪咗佢。我知啦。係啊，對唔住啊，方姨。算啦，後生仔啊，識錯就係乖噶啦。以後要玩記得要守規矩，千祈咧唔好再咁近啲居民樓飛啦。我個心臟啊頂唔順噶。總之呢，要記住。天空唔係遊樂場，亂飛會闖禍啊！廣播小品左鄰有你知，黑飛驚魂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